喂，唔知呢度有冇啲中意行山、親近大自然嘅朋友呢？咁今日呢單新聞真係關你事嘅啦。咁而且我睇到心都痛埋。話說啱啱過去嘅五一黃金週呢，有旅客嚟到香港，竟然為咗打卡，唔理大自然咁珍貴資源呢，做出一啲疑似破壞公物嘅行為喎。咁件事嘅重點同埋經過係咁樣嘅。咁根據星島頭條嘅報導，有位內地嘅旅遊客咧喺麥理浩徑行山嘅時候咧，俾人影到佢用雙手攬住一個大型嘅木製麥理浩徑嘅路牌，咁對住鏡頭笑容滿面咁樣打卡。佢仲好自豪咁樣喺小紅書發帖配文話：這才是我要的旅客照。咁貼文一出，即刻辣着全香港嘅網民啦，炮轟佢呢種行為係涉及刑事毀壞，仲話佢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。客觀嘅事實層面咧，我哋就睇翻呢位事主點樣回應啦。面對網民嘅群情洶湧，呢個女仔咧就即刻喺貼文下邊就留言解話喎。佢話佢去到嗰個時候，個路牌已經跌咗落嚟，佢只係隨手攞起影張相啫。咁強調咧就絕對冇破壞過公物。咁不過呢個解釋咧，網民完全都唔收貨。一個網絡神探好快就揾翻今年4月中，即係大約半個月前喺同一位置影嘅相。咁當時呢個路牌咧仲係安然無恙嘅，穩穩陣陣咁裝喺支柱上面。所以好多人都質疑，點解打風都打唔甩嘅路牌，會無端端佢哋去到嗰陣自己跌落嚟呢？咁有網民咧就更加留一句神級嘅金句，咁捱得個颱風都捱唔過5日。咁事實上麥理浩徑嘅設施咧，俾人破壞已經都唔係第一次噶啦。之前啊，甚至有人攞條標距柱嚟當啞鈴咁舉重打卡。講到結果，漁農自然護理署已經回應咗，官方話佢哋喺5月2號巡查到涉事嘅路段嘅時候咧，的確發現咗呢個木牌已經甩咗出嚟，即刻安排運咗去工場做翻新同埋加固。預計呢個星期之內咧就會重新裝翻上去。漁護署亦都講明喺度跟進緊呢件事，同時提醒翻各位，根據郊野公園同埋特別地區嘅規例，任何人唔可以故意或者疏忽咁損壞郊野公園嘅設施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以被罰款2000蚊同埋坐3個月監。咁講到呢度咧，唔知大家有咩感覺？無論個路牌本身係咪已經甩咗，當一個路牌跌咗落嚟嘅時候，我哋第一個反應到底係咪應該打卡，定係報告翻俾相關嘅部門去維修呢？郊野公園嘅每一個設施都係為咗保護行山人士嘅安全而設嘅，任何人手痕又或者貪得意造成破壞咧，隨時會危及之後路過嘅行山友。出得嚟行山就要學識尊重山林，記住去到大自然眼看手勿動，帶走自己嘅垃圾，保護環境，先係真正型格嘅遊客。一齊努力守護好我哋香港呢一個咁靚嘅後花園，好冇？